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1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康兴珠。新闻开始，咱来关心日本武汉肺炎疫情。昨日本本土各加8个确定的病例，其中有一个同款是家庭车司机。日本的首相即马是呼吁日本人，若是出现症头，就唔通去读册，唔通去上班，唔好出门。另外，疫情嘛真严重的新加坡，昨昏是加4例。为着避免疫情扩大，嘛开始要实施更较严格的居家隔离，爱隔离的人14天拢袂使出门。新加坡18个增加4例武汉肺炎的病例，当中已经来到81个人。新增加的3个患者，嘛甲新调回温电动有关系。这个到长已经出现21例感染的患者。Fear can do more harm than the virus itself. It can make us panic or do things which make matters worse, like circulating rumors online, hoarding face masks or food, or blaming particular groups for the outbreak. Instead, we should take courage and see through this stressful time together.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真正强调会当渡过难关，不过疫情变严重，政府嘛进行更较严格防疫手段。为18日23点59分开始，实施有法律效力的居家通告。过去14天不结过中国民众，若是接到通告，都要伫厝内隔离，不准出外，无就会受罚。那日本的疫情嘛真紧张，18日间都增加8个确诊病人，其中一个是横滨的计程车司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面讲，希望民眾配合防疫。今後、感染の拡大を防止するためには、さまざまな場面で国民の皆様のご協力をいただく必要があります。まずはじめに、国民の皆様に心が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ことは、発熱等の風邪症状が見られるときは、学校や会社を休み、外出を控えていただくことです。厚生劳动省18毛新的隔离措施，因此此未来可能有新的病例，不过病床数量有限，决定将无症状的感染者带院的隔离时间，由原本12.5天变成2天。厚生劳动省认为，无症状感染者传染的风险较低，带院了后48点钟，头一摆检测是阴性，会隔12点钟佮检查，若是2摆拢是阴性，会当出院。另外，到18日为止，确诊病人有542例，全球公主号春天新客隔离期已经满。19开始，会予检测结果是阴性的人落船。疫情稳定的澳门，卖第20饭店重新开放交警。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疫情未受失控的所在是邮轮船石公主号，昨昏各加88例确定的病例，目前规只船有542个人防卫着。今日是伫船顶隔离14天，满14天日子。日本是讲，若是有通过检验，确定无病毒的反应的人，安尼就会使落船。赶紧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伫全世界确定的病例已经超过74000例。来看上新的统计，即马中国确定的病例有74185例，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有2006个人死亡。咱台湾昨昏报新增加病例，目前咱台湾共款是22例，香港有62例。日本的疫情，即马伫咧船石公主号顶头有542例，那日本的本土是74例，那新加坡是81例，泰国35例，韩国是31例，马来西亚22例。伫咧后面的国家，美国有15例，英国有9例。来关心全世界的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在增加，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暗头有开记者会，伊讲咱并无新增加新的病例，若已经死亡的白牌客运车司机，伊后来阁为何伊的厝内底人引起家庭内底的群聚感染？但政府已经掌握235个接触者，嘛要一个一个做检验。武汉肺炎疫情一直拖，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暗时举行记者会，即阵无新增加病例，国内原移起22名确诊个案。伫国内头一站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白牌司机，引发家庭烧话。指挥中心到即阵掌握接触者235人，采检200人，175人阴性，22人检验中。就是说这个零星的社区感染，但现在已经我们渐渐已经把它控制住了。好，那剩下几个零星的待裁剪，那我们这个应该就是在这个社区是安全的。针对学者提醒政府应该确认即阵疫情是围堵期，也是建立检查期。若是围堵期，应该考虑是毋是搁再延后开学。指挥中心也做出说明。
我们检疫现在一点都没有放松，但是呢，我也可以跟大家报告，我们也为了后续疫情的发展，都会想定大概比较不好的状况，预做准备。比如讲说，我们预计如果是清空病床，要怎么样子清空？它的顺序是怎么样？哪一些优先？针对是毋是延后开学日期，指挥中心表示尊重各界建议，也参考，强调继续落实相关的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这个白牌的司机，伊的感染源到底是对倒来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目前是锁定一个即刚倒来台湾的台商，因为这个台商倒来咱台湾了后，捌因为感冒去医生看，有500个去病院的记录，伊嘛有扫20天。因为时间有淡薄仔久啊，伊即马伊的身体内底是验无武汉肺炎的病毒，所以决定要抽血。若是伊体内有抗体，安尼就表示伊应该就是感染源。符合这个暴露期又有症状的，就是一位从大陆浙江返台的一个台商。透过警方调看通联记录发现，国内武汉肺炎第19例60多岁白牌车司机伫确诊发病前，捌载过3名中国返台的台商。中华关卫生局去追查这名浙江台商看病记录，发现回台了后捌到2间诊所看病过5摆，勘查镜头继续20天，真可能就是感染源。他一下飞机的时候，实际上就开始有咳嗽的症状出现。到他最后一次就诊2月10号，他实际上持续咳嗽了20天。在流行病学的推估上，这个就是最可能的感染源。根据中华关卫生局疫调传染链时间中心发现，白牌司机伫1月22捌载过浙江台商，可能伫1月25已经感染，伫27出现咳嗽症头，迄天甲家人食饭，引起家庭团体感染。1月25、26、28 3天，也捌伫车行待命。逐工点11点钟接触过53位司机，拢有潜在感染的风险。这几位司机呢是有可能暴露的，可是从最后一天1月28到现在，实际上也已经过了14天。目前是1位有症状，那个1位症状也已经裁剪了，其他都没有出现症状，所以就是做自主健康管理。不过，浙江台商病毒检测结果是阴性。感染科医师表示，这名浙江台商体内病毒可能已经排出去，不过也是爱抽血检验确诊。若讲抗体反应是阳性，成为感染源的几率就高啦。这个病毒来到人类的世界，可能只有半年多的时间，所以有抗体的人大概应该都是最近感染的。抗体阳性的话呢，综合判断起来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性是最大的。除了白牌司机以外，已经有3名确诊病例，拢是司机的家属，包括伊的小弟，也有80多岁妈妈，加30多岁外省囝婿。其他家属有关的检验，不排除也会增加确诊个案。因为白牌司机无旅游史，染病了后伫2月15死亡，成了国内头一个确诊死亡病例。感染科医师表示，浙江台商的抗体也爱2个工作天才会当检出，若讲是阴性，社区感染的风险袂当排除。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只有正方面的东半部有局部地暂雨。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透早受寒流加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一透早也是真寒。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咧新竹，只有6度6。日时开始寒流减弱，温度会回升，会到21度。若明仔开始，东北季风有略略增强，伫大台北有地暂雨。这几天因为吹东风，所以伫咧山方面的西部空气就无啥好，尤其是云嘉南、高雄、屏东，拢爱特别细致。嘛是天气，这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即马伫咧法国的东南部出世景点蒙克拉，这个寒天受全球暖化影响，雪落了无介济，所以业者只好对海拔2000公尺悬的山顶载一寡雪落来度假村做生意。法国东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海拔差不多1350公尺悬的度假胜地蒙克拉，但是冬天拢会吸引真侪游客来遮出雪。不过受到全球暖化影响，当地业者定因为雪无够而烦恼。去年底耶诞节，甚至是头一摆为2000公尺悬的山区，用直升机载雪到度假村。En 3 heures de temps, nous avons fait ce pansement et puis dès le lendemain ouvrir la piste principale qui redescendait l'ensemble de nos clients à 1350.
调查显示，阿尔卑斯山区伫过去120年，温度增加2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瑞士研究机关嘛警告，阿尔卑斯山无雪也难雪会愈来愈正常，尤其1300公尺的低海拔地区影响更较大。阿纳蒙克拉对1980年代开始都有造雪机，温度降到零下2度，就会自动启动造雪机制。不过今年是暖冬，雪落真少，嘛无法度造雪。为着会当继续营运，嘛互员工有投入，业者该当加开钱，继续经落去。Il faut préparer l'avenir, ça c'est sûr. Il y a un réchauffement, il ne faut pas le nier. Hein. Mais par contre, on a toujours de la neige quand même en altitude. Moi, ça fait 25 ans que je suis là et j'ai connu beaucoup de mauvaises saisons. Hein. Et maintenant, avec la neige de culture, quand même, ça a pallié. Et il faut monter en altitude. Donc, tous les services seront ici à l'arrivée à 2000. 专家警告，若是30年来阿尔卑斯山佮增加1.5度到2度，低海拔山区情况就会真复杂，无雪可能会变正常的。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根据外电的报道，美国当地考虑对中国实施新的贸易限制，限制外国企业用美国的设备替华为代工。那真正有影，安尼咱台湾的台积电会头一个受影响。不过台积电昨昏是表示讲，无收到新的规定，所以无要做回应。来看《苹果日报》，因为电影《与神同行》伫咱台湾将有名的韩国明星何正武昨昏传出去卖毒品，伊是失主牛铃尖，不过伊的经纪公司是表示讲，伊是在做皮肤的治疗，毋是乌白蓝染用药啊。那进前过身的美国大明星 Michael Jackson， 就是因为注过量的牛铃尖死亡的。来看联合报，听伫日本yokohama马的泉州公主号船顶确定的病例直头的增加，已经超过500例。不过今仔日只要检验有通过的人，就当落船。昨昏，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对今开始嘛要把这泉州公主号列做武汉肺炎感染区，所以落船转来台湾人，若是要转来台湾，爱包机、爱检疫、爱隔离。伫泉州公主号顶头的台湾人，若准会使落船，安尼咱台湾政府嘛会派专机去日本，甲因接转来。不过因为作业的关系，即马包机的时间也未决定。泉州公主号要伫19结束14天的隔离期，船顶检疫阴性的旅客总算会当落船。台湾的方面嘛会安排包机，伫咧东港下晡到日本，甲台湾的旅客接倒转来。不过即马所传出讲，时间可能搁爱延后，因为还阁有2个人还未完成体检。最后的细节那还在跟日本政府相关的单位在研议中。那事实上他这一次的工程非常的庞大，但也要尊重他整个的一个程序上的安排。现在传出来说都已经做了检测他那个下船的时间它不是说自由下船的，它有一个秩序的，因为它出口只有一个，船的出口要2-3千个人根据了解，泉州公主号原本总共有22个台湾籍的旅客，还有2个台湾籍的船员。不离个扣掉确诊的患者，差不多有18至19个人会当落船，坐咱安排好的车去东京羽田机场，经过一般通关的方式，坐华航包机转来台湾。但是，毋是所有的人拢想要伫咧第一时间转来台湾。蔡明也佮传讯息甲伊考克，希望大家做伙上船，做伙落船，做伙坐飞机转来台湾。因为泉州公主号确诊病例数量继续伫增加，疫情指挥中心嘛已经甲泉州公主号列做是感染区，船顶的台湾旅客嘛要求讲必须爱统一转来台湾。过节的旅客已有4人确诊，宣布该邮轮自即日起列为武汉肺炎感染区。船上所有我国国籍的乘客和旅客及工作人员如欲返国，必须依指挥中心安排，统一搭乘包机回台。交通部这边所做的是，我们的华航都准备好了，包括机组人员飞机也都准备好了。交通部嘛指出，专机会甲防疫措施做好，包括飞机面顶的人员，规个过程拢爱穿防护衫，嘛会照进前武汉包机转来台湾的方式。这批旅客到台湾了后，嘛必须配合各一个检疫，各隔离14天。记者综合报道。那第一批对武汉包机转来台湾的247个乡亲，除了有一个是转来就确定去为着武汉肺炎，那其他246个昨昏拢转去处理啊。袂少人是写批嘛留话，感谢相关的单位的照顾，嘛讲一段时间感谢大家甲因顾甲正周全。
10月透早天就还未光，啊，毋过检疫所附近已经有人在行搭。挂喙暗向镜头下手，天光了，第一批武汉返来台湾的民众，小连续都检疫所出来。就算讲寒流来啊，虽然外头包甲目睭睭，啊，毋过大家看起来心情拢真好，因为经过14天的隔离，总算会当回去厝里。很久没有看到外面的环境了，所以很开心。11点接到通知，1点半要到那个桥口区委结合嘛。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折腾到早上凌晨5点多才到那个台电培训大楼嘛。要离开检疫所进前，大家拢爱先排队量体温，确认讲无发烧才会当离开。这批对武汉返来台湾的247位民众，扣掉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以外，其他246个人返来台湾就互送去乌来南口甲台中的检疫所进行隔离。在这里生活的14天，很感恩，很知足，环境舒适，一日3餐送至门口，每天的口味也不一样。第一批没有回来的话，如果是沦落到现在，我应该是完全没有资源，会死在那边的。互隔离的人落尾检验结果是阴性，会当互因回去。有真侪人写感谢批，感谢医护人员检疫所、欧北台湾同胞反台救援会等等的单位，这段时间对因的协助，啊，阁有人讲有朋友搁伫咧武汉，嘛希望讲会当赶紧返来台湾。看到他们的赖群，每个那种要回来的那种渴望的心哦，是难以形容。每一个人大排小挂，有的要去高铁站，有的要转换机场捷运，或者是坐游览车。虽讲返去的路是无共款，啊，毋过每一个人拢挂喙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一定要戴口罩，保护自己的安全。工作人员一直提醒讲，爱记得挂喙暗。指挥中心嘛要求倒去厝里爱自主健康管理，尽量莫去公共场所。各地卫生局嘛无定时来了解健康状况。若要确定大家拢健康无问题，而且嘛要避免出现防疫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叙利亚内战未收煞。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支持之下，对西北部的伊德利布省加强攻击。联合国表示，当地自去年12月份开始，已经害90万人有路无厝，即马世界各加90个难民。叙利亚政府军想要收复西北部的伊德利布省，对于反政府武装团体加强攻势，住伫土耳其边境的真侪人，为了逃难只好离开家园。联合国17表示，去年12月以来，才已经有90万人无依无靠，产生严重的人道危机。هيدي حركة النزوح اللي عم نشوفها هلا بإدلب هي من أكبر حركات النزوح اللي شفناها داخل الأراضي السورية منذ بداية الحرب بال 2011 يعني اليوم حاليا عندنا تقريبا نص مليون طفل نزحوا بالأسابيع الأخيرة 叙利亚就计要收复土耳其边界阿勒颇省甲瓦近的伊德利布省。伫罗西亚的支持，去年12月起加强攻势，目标之一包括重启阿勒颇到首都大马士革的高速公路。也毋过政府军的进攻伴随炸弹等大量攻击武器，使得当地居民不得已离家逃难。خيونا ناسحين من المخيمات كنا هون المخيم صار بدو صار قصف وطلعنا هلا طالعين ويننا نطلع ما بنعرف ويلين يلا نحن والاولاد ويننا نقعد ما بنعرف وطيشين من هالمخيمات كلها وصار قصف علينا وما ضل محل ويننا نروح ما بنعرف 大部分民众选择往北走到土耳其，也毋过土耳其境内已经有大约400万难民，收容力量达到极限。土耳其政府呼吁叙利亚政府甲罗西亚停止进攻。Our delegation will meet with the Russian delegation in Moscow. I have met with the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Sergei Lavrov and told him that the aggression in Idlib must stop.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表示，战争会继续落去，早晚会将反对势力彻底打败。记者综合报道。东非的草莓东海，即马嘛有传出去的现象。草莓已经下过红海，去到欧洲甲亚洲。因为这款东海会甲当作不佳气，所以联合国是呼吁世界各国拢爱改变。非洲一个逼出真严重的虫害，3600亿只的沙漠草莓亚境，一天会当甲35000人的粮食食掉。肯亚面对70年以来上严重的灾情，索马利亚甲伊索比亚的状况嘛，拢是25年以来上严重的。草莓族群继续向内陆迁徙，顶礼拜开始对肯亚进入乌干达甲坦桑尼亚，当地政府派出军队除药啊扑杀这寡草莓。Tracking them and where we get information from the local people, then we immediately respond. And the response has been good. I fear it a lot because it has never happened ever since
we came to this place. 东非的塘仔区以来已经有1000万人面对真严重的粮食危机。联合国警告，若是即马无赶紧压制草莓的数量，等待3、4月份春景的时阵若到，雨季可能会帮助族群增加到500倍。预计6月份草莓的数量会达到高峰。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目前急需要7600万美金的经费，协助灾区储油扑杀草莓啊。毋过，敢若2000万的经费到位，呼吁国际社会会当斗相共。It is an issue that needs to be dealt with now. Otherwise, we will turn a situation of a plague. There will be high level of acute food insecurity. 沙漠草莓啊，唔那危害东非，嘛入侵西亚甲南亚部分地区，伊朗、也门、印度、巴基斯坦等等10外国家嘛拢受害。巴基斯坦甲索马利亚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漠草莓啊是非洲、亚洲地带偏远地区主要农业海塘。一吨平均有4000外只遐济，一天会当飞150公里。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这个草莓危机头起先是伫2018年2场气旋风暴开始，和阿拉伯半岛南部沙漠地区出现季节性的雨，佮加上暖化等等的因素，沙漠草莓大量西脱，到9月以来繁殖3代，数量增加8000倍。为着要找找新的粮食来源，开始大规模下过大洲的迁徙旅途。除了安尼以外，区域局势不稳定，也门、索马利亚等等的国家连续几年内战，政府无法度真有效的应对通灾，嘛是造成状况失去控制的原因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印度一年有通报超过3万件的性侵案，伫咧2012年，印度的国内发生一件集体性侵案，造成一个读医学院的查某囡仔死亡，这是引起印度国内不满。上新的消息是，法院伫咧前几日已经裁定3月初3，要针对其中4个嫌犯执行加刑。德里地方法院拜签死刑执行令，涉犯2010年8诉性侵女大生的嫌犯，会伫3月初3执行加刑。事实上，这个加刑是已经第3摆延期了。德里法院原本裁定伫顶个月20日执行，不过4人中有人提出就医诉愿，佮向总统提出请愿书，结果延到2月初1。了后，被告也是无放弃寻求救济，和执行的日子搁一摆延后。受害家属希望这摆是最后的裁决。कि देर है अंधेर नहीं है फाइनली एक बार फिर आज डेट वारंट मिल गया है उम्मीद करते हैं कि 3 मार्च को वो फांसी पे लटकेंगे 印度性侵的案件一直发生，这件8诉性侵的案件发生了后，把引起全民生气，进一步推动政府修法，总算让性侵的人会当判死刑。迄当时受害23岁医学院的女大生，甲一个男性朋友伫新德里看完电影，准备坐公车回去，捡6个男子骗去坐一台私人的无牌公车，向集体性侵，佮向拍，造成不治死亡。伊的男性朋友嘛向拍甲重伤。6个嫌犯向抓了后，其中1个人因为还未成年，2013年向判监罚3年，已经出家；佮一人伫监狱中掉头死亡。另外4人向判加刑。不过案件到达，被告律师指控媒体未审审判，采用拖甩战术，和死刑无法度执行。ये सारी लीगल रेमेडीज अभी बाकी हैं, लेकिन कोर्ट ने जो फैसला किया है हम उसके आगे ये जो हमारी लीगल रेमेडी है हम उन पर आगे अवेल करेंगे और आगे उसमें प्रोसीड करेंगे। 不哩个4个嫌犯有3个人已经用所有的救济办法，德里高等法院互因提法律救济措施的期限已经超过了，即摆恐惊闪袂过法律制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非洲的国家南苏丹长期甲外国的合作做伙开发石油，不过当地人即几当时发现讲，油田附近的人生落来囡仔拢故乡是一般的3倍。国际媒体即马摕到官方的调查报告，显示讲这个所在有受污染，而且有危害人民的健康。南苏丹的政府早就知影，却一直拢无作为。南苏丹一个少年妈妈抱囡仔来到肯亚寻求医疗协助，伊囡仔生落来双手都加一个手指头啊，佮有一骹生了不完全，油脂嘛有种的问题。Kwa anina benogul kolo ruweng state anina benogul the oil pollution ya wasal
南苏丹是全球上产值国家之一，经济外口甲外国厂商合作开发油田。民间团体调查发现，在南苏丹北部甲东北部油田区，2015年到2017年，生产率有欠快进行增加3倍。当地民众指控这是2间由中国主导的石油开发公司造成环境污染的效果。美联社提到调查报告指出，在2013年，南苏丹石油甲卫生部都保有团队去油田区进行调查。迄当时，就民众怨叹妇女老体、生尸体甲囡仔有问题数量增加。报告嘛对石化物质外流提出警告，暗过了后却是无结果。2016年，官方佫一摆派人调查，为怎样当地阿兵哥会出现怪病，结果为啉的水发现放含量超标7倍，并超标10倍。安那土壤甲阿兵哥的尿液检体，嘛同款患者物件，专家研判油田开发业者凊彩乱弹，无处理污水甲废弃物，就是造成污染的方式之一。So these companies have this model for doing oil and gas development in these developing third world nations, and that is to go in, buy the government, or otherwise ally themselves with the government, get no regulations on them, very favorable tax and royalty regimes, and do whatever they want to make as much profit as they want quickly, and then leave. And that's kind of the model that they're imposing on South Sudan, and it's really a tragedy for the people there and for the environment. 医学界证实，伫有毒的石化食材环境，会增加囡仔生落来有问题，得到癌症甲心血管、呼吸疾病风险。专家警告，南苏丹长期放任乌石油对环境甲人体造成毒害，恐惊已经有公共卫生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在滚价，继续在炭烧。中国的传染病专家昨昏开记者会，是呼吁讲，应该甲这武汉肺炎的患者、甲流感的患者分清楚，好好隔离。若无人为人的问题就袂挡点，疫情就无法度收煞。到10月，中国已经有超过7万多人得到武汉肺炎，1800多例死亡。中国传染病学专家钟南山讲，若是无法度做好隔离，加上即马是流感的高峰期，武汉肺炎人传人的问题绝对袂停止。如何的把好这个正常人和病人分开，这是一；第二个，把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病毒分开，这是2。这2个问题非常迫切，你这2个问题不解决啊，老是混在一块儿啊，人传人不会停止。虽然钟南山表示武汉肺炎人传人的情形目前未停止，不过伊也是乐观看中国的防疫工作，讲到4月份左右，中国疫情就会当稳定。不过世界卫生组织10月记者会公布中国境外到92例人传人的案例。We have now had cases of COVID-19 outside China for more than a month. We're supporting national authorities in every country that has cases to track the virus and understand how people were infected. So far, there are 92 cases in 12 countries outside China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谭德赛强调，除了在日本隔离的全球公主号，世界卫生组织无看到持续的社区感染。另外，谭德赛阁讲，目前伫中国的世卫国际专家小组，可能到疫情爆发的关头，武汉进行考察。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疫情有影真严重，中国武汉嘛有病院院长因为武汉肺炎过身，伊是武昌病院院长，或者刘志明，伫昨昏早起10点半过往。我们现在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9层的重症监护中。对翕片影片内底会使看到武昌病院院长刘志明的抢救情况。虽然斗着人工的心脏，抑阁有气解救治，依然是无效。中央电视台早起在微博发布信息，讲为着新冠病毒的刘志明全力抢救无效，18早时10点半过身。毋过，看这刘志明死亡信息发布，敢若亲像头一个公布疫情的武汉市中心病院眼科医师李文亮的情形同款。500卫生健康委员17暗时在微博号头就称，
打出文章指出，刘德荣先生因为患着新冠肺炎，在2020年2月17暗时死亡。随后，伊佫甲文章删除，在18透早改做根据院长出来的人消息，并伊对刘院长有缘在尽上大努力抢救。和网友讲，感觉是政治抢救咧。而且后来武汉市健康委员会公布死亡时间，甲中央电视台也无共款，差了24分钟。不过，因确定的是，武汉在第一线医护人员拢承受真大责任，也有身体加心理方面的压力。一般的话，像你们进去在里面待，可能待个20-30分钟，你们就会觉得各种胸闷不适。但是我的护士，她至少是5-6个小时，有的时候最长的时候，她会待10到12个小时。然后我们体力都处于一种透支状态。我管了3个病人，病人要抢救，然后就顾不了自己了。病院内底病人非常多，医生护士甲病毒规工来对抗。中国的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统计，到2月11日为止，有3019名的病医人员患患着，其中5个死亡。达到同情的医护人员，武汉市就占了64%。即阵武昌病院院长刘德荣也伫对抗疫情时，正做牺牲者，互伫中国死亡的医护人员人数搁再增加一个。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等下咱来关心武汉肺炎，即马拖全世界，严格咱台湾说服 WHO 排除在外。总统蔡英文昨昏阁向 WHO 发话，讲无应该互全世界防疫出现空棚。咱蔡总统嘛表示讲，咱台商建立的经验，值得甲世界分享。另外，政府要提纾困方案、纾困条例。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是专工去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望各国会当量查处理。特别是头一批武汉包机转来的台商，隔离期满，人嘛拢健康。蔡总统认为台湾的经验会当甲世界分享。防疫四重作战，需要政府跟人民同心协力。非常感谢他们全力的配合，让我们一起守住了这个关卡。我也认为这样的台湾经验是值得和世界来分享。防疫是全球性的事物，更不应该让全球的防疫网络出现破口。台湾就在这一次疫情威胁的最前线，不该被排除在外。行政院长苏贞昌18早起带领行政团队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甲各在野党团，争取朝野立委支持，希望武汉肺炎纾困特别条例会当变作立法院新会期优先处理的法案。行政院将在后天通过特别条例，并最快速送请立法院审议。还特别邀请游院长帮忙，也请立法院委员先进，能够快速通过。只要行政呈现需要的，对国家有帮助的，在立法行政方面，我能够做到的，我一定全力支持。苏贞昌施政报告嘛针对疫情冲击部分来做报告，国民党党团是建议检讨居家检疫甲隔离的效果，才袂变做防疫空棚的所在。民众党认为讲，翠暗的产量应该提悬到1礼拜当卖7片，才袂因为开学了造成家长的紧张。记者综合报道。下礼拜2就要开学啊！高雄市的教育局是宣布讲，高中以下学校要暂停举办50人以上的活动。另外，伫新北市爱伫厝内检疫隔离的人已经超过4000人。市长侯友宜已经宣布讲，对明仔开始，新北市要成立关怀中心，会使斗相共送食的，嘛会使送药啊。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是肯定中央的防疫。台北市长郭文哲透早去发挥祈福，武汉肺炎疫情小袂退。前疾管局局长苏耀仁认为，防疫应该提悬到国安层级。不过，郭文哲认为，中央自头都是用国安的等级伫咧处理。另外，针对头一批武汉包机台商伫咧18解除隔离，郭文哲表示袂伤烦恼。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国安等级吗？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OK， 没有什么看出缺点。新北市市长侯友宜早起出席活动进前，嘛先量体温。伊认为防疫亲像咧烧战，新北市会全力配合中央。新北市居家检疫的对象有4431个人，为了扩大检疫，伊嘛宣布20要成立居家检疫关怀中心，准备登记控制。他们有一些要送药、就医，甚至有一些心理咨商的服务，还有一些需要行政协助的送餐等等。都需要有一个关怀中心来服务。也
若高雄市为着要预防疫情，高雄市教育局嘛宣布，高中以下的学校伫3月底进前，个人的赛事例外，若超过50个人以上的活动，全部爱取消。学生在表演的时候有这个班级交流，他们要观摩，那都会超过50人。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取消，那活动都受到影响。操作型定义，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规范，那让我们的市府相关局处能够据以实行。我们会在礼拜4的一个下午的会议里面会去检讨。不过4月了后，学校毕业旅行等等的活动，开学了后爱开始发包办理，学校烦恼教师会进无步、提无路。高雄市卫生局嘛表示，阁爱含中央甲其他的县市建议，做上尾的确认。面对高雄市暂停所有大型的活动，地方的产业恐惊受到冲击。高雄市政府经发局嘛会针对中小企业、商款夜市等等的产业调查经济收入，敢会有困难？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2月25高中以下要开学啊，校园的防疫即嘛正做焦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昏是宣布讲，下头的温度超过37度半，耳孔的温度超过38度，就算发烧。要互学校有统一的标准。另外，有专家是建议讲，开学了后唔通做伙下课休困，爱调整上下课的休困时间，安尼才会减少烧坏风险。武汉肺炎影响全台，N后开学，对2月25都要开学，各县市对学生发烧标准无同，量体温的方法嘛无同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8统一检查温度，遐房间定37.5度，耳房间38度。若是有发烧，应该暂停上课去看医生。主要是额温枪，它是测表面的皮肤哦，所以它这个也会有比较温度会比较低，那当然也有可能比较不准。所以如果说用来筛检是 OK 的哦，但是测出如果说是发烧的话，那可能还要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耳温枪再来测试。大讲话含义建议，开学了后，老师甲学生的距离应该爱变短，也就是伫教室内底，互学生甲学生爱隔开上无1.8公尺，互全学校分配下课，该停止室内的大型活动，甲有身体吸着运动。到校园里面就要加强社会的互动的距离，篮球、足球之类的。那这种活动呢？在可能的时候就要重新调整。学者表示，要调整上下课的方式甲空间，伫学校嘛莫斗阵食共济物件，用共济器材，手莫直接帮食的，便当起用完爱随去洗。每一节课下课了后，大椅仔嘛进行消毒，该定洗手。若是感觉会热会寒，或者是有气味，表示室内环境出问题，保持通风都变加真重要。开窗通风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建议，是因为它在1分钟就可以把你的空气全部换成室外空气。避免群组感染，教育部决定高中1以下延后2礼拜开学。对开学时间，敢有可能搁再延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目前暂时无考虑。记者综合报道。要开学啊！咱全国的喙암敢有够用？政府甲民间即马拢拼性命要提高喙癌的产能。有厂区是对1日20万个，要增加到40万个。另外，为着要互伫厝内隔离的民众，嘛会使互医生看。花莲的主治病院即马要开始实施通讯医疗。提起北方电脑，花莲主治病院的医师正咧甲居家隔离的民众实行通话，民众只要上网挂号，就会当伫安排时间来甲医师线顶对话，医师也会当为民众了解病人的状况，相互唔免接触。请问你那个居家隔离多久了？11天。11天哈，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天气比较冷，然后皮肤有点干燥。这项通讯诊疗是为了应付武汉肺炎退烧，方便有看病需要的居家隔离民众会当看诊所设计。伫卫生局通知，居家检疫甲居家隔离民众需要看病时，转诊中心都会启动通讯诊疗。一条龙的专人服务，包含从挂号，那还有指导协助民众如何操作视讯系统，那再到批价、领药等等，皆有专人协助。另外，喙癌无够问题，政府民间协力打造60台新机组，增加喙癌产能，将原本半年工期缩短为1个月，3月就算。全台逐工喙癌产能将达到1000万片。汤圆约定公司也得到2台机台，产能增加会当为逐工20万片增加到40万片。
现在我们是1周7天，每一天都是24小时没有间断的在生产，包括我们汽修人员也是24小时待机在这个机器的旁边，就怕它停机起来会影响到我们口罩的产量。唐市长对文产十八非常关心，喙暗上闪闪，也感谢工厂将原本要出口却被退倒转来的大人防尘喙暗5万片，自动防尘喙暗5.4万片，关乎市府统筹分配，予有需要的产业界甲学校幼儿园。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除了武汉肺炎的疫情，咱嘛爱设置流行感冒。咱国内顶礼拜有新增加15例流感重症死亡的案例，上届少年的才30岁。另外，肠仔病毒嘛爱注意，有新增加2例重症的病例。就连一个15岁的国中生，遮尔大汉的大汉囡仔嘛会防卫着。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爱说二流感会阁流行起来。顶礼拜全台湾类流感门急诊有6万多人，虽然比顶礼拜较少，不过也伫咧流行期，新增加36个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有15个人死亡，其中上少年的是北部一个30岁的女性，伊无慢性病史，发病无去看医生，2天了后雄雄昏去，失去意识，心脏无跳嘛无喘气，迄天就来过身。并发肺炎跟心肌炎的这个情况比较严重，那造成这个心因性的休克，不幸的在就医的当天就不幸的过世。除了流感以外，今年的肠仔病毒嘛真严重。顶礼拜新增加2例肠仔病毒并发重症的患者，一个是北部15岁查甫国中生，阁有东部一个6岁查某囡仔，2个拢是感染肠仔病毒71型。特别注意的是，这个国中生防卫着了后，有发烧、掠吐啊、手会颤、脚部袂在等等神经的症状。带伊2礼拜有较好，阁爱继续复健。伊嘛正做今年肠仔病毒重症病例内底年岁上大的患者。15岁这一位少年呢，是目前的4例肠病毒并发重症，今年以来就是年纪最大的。那去年其实也有过，就是最大的年龄是17岁。那历年以来的肠病毒重症最大的年龄是34岁。疾管署提醒，莫就是讲肠仔病毒敢若会喂到5岁以下的囡仔，青少年甲大人拢有可能感染，只是症状无遐严重。尤其后礼拜就是开学的日子，提醒家长甲学生应该保持卫生的习惯，接洗手，出入公共场所就要挂喙罨，若破病就唔通去上课，避免甲其他的同学喂来喂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鸡仔嘛寒着，这是云林口湖一间土鸡仔场起底着禽流感，3万只鸡仔拢总爱杀掉。云林口湖的这个土鸡场，这个月12、13连续2天有鸡仔异常的死亡，随通报云林动植物防疫所，经防疫所人员检验，发现部分治病的鸡仔有禽流感的症头，随开移动处分书，限制全场的鸡仔耍位，而且采用送检。那么在16号的下午，发现该禽场的禽只同时罹患有 H5N2 跟 H5N5 2种高病原性禽流感。那这种情形来讲的话，在国内还是少见哈，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并没有证据显示说2个病原之间来讲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交叉感染。云林防疫所表示，这个鸡场确诊有禽流感了，已经扑杀32400多只的土鸡仔。不过最近有几波的寒流，今年云林县已经累积12例确诊禽流感的扑杀，比去年同期累积5场更较多。开春以来，这个整个气温来讲的话是偏低。那108年的这个同时间的来讲的话，是属于一个暖冬暖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在这部分来讲的话，家禽的这个抵抗力那以及它的分布的这个距离来讲的话，都有对于这个疫情来讲的话，都有相当的这个风险存在。防疫所表示，目前台湾禽流感无禽传人的报告，而且政府维持禽类到台，有3道防线帮消费者把关，禽肉就饲是真卫生佮安全，已经呼吁饲禽的业者做防备，降低禽流感疫情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做仔当得大出，也毋过屏东高树种做仔的郭子龙是表示讲，过年期间有冷气团佮搞雨水，做仔受旱害影响，即马看起来歹歹品质拢无介好。屏东县的农业处是表示讲，会赶紧掌握损失，替郭子龙提供补助。
一粒一粒才拄输落来的枣仔，毋是皮黄伤色，就是白开。枣仔黄，佮闻会到枣仔烂去的气味。正种伫咧屏东高树的枣仔，原底过年过就要采收，不过因为伫咧春节假期有落雨，佮加上寒流，致使枣仔出现寒害的情形，农民是看了真唔甘。寒流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冻手的现象出现。那有的是会在这边果尖这边会形成皱褶，或者是那种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你会像那种晒伤的情形。那它慢慢会皱掉，会缩水。毋那枣仔受寒害影响，两无嘛是。屏东县政府农业处表示，会继续观察这两项作物，伫咧天气回温了后，是毋是阁有落果的情形？针对农民的损失，农业处也承诺会尽全力斗3工。这2天我们也请这个乡镇公所的农业科人员在上班之后，第一时间先到产地先进行巡视。那如果有发生整个灾害的状况、寒害的状况的时候，请他们第一时间来以速报单来呈报到县府，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回报到农委会这边，按照天然灾害救助的程序来去办理。屏东县府农业处也提醒农民，爱伫咧过境园4颗粒啊，设防风的网啊，也爱保持土壤湿淡。不过，农民表示，即阵天然灾害补助内容，干那以风台为主，也无涵盖这部分的赔偿。因希望未来政府会使规划这方面的保单，降低农业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本化新眼界，咱来看，咱台湾咱定讲野球是咱国球，毋那查甫囡仔在讲球，女子的棒球队即马嘛正在发展。做伙来看台中向日葵女子棒球队，查某囡仔拍野球嘛是拍甲写写叫，下暗青春咱的梦的节目，做伙来看。台湾人一直拢正少野球，不过真可惜的是，正罕有人知影女子野球队的存在，甚至大家定定会有一个固定的印象，认为查某囡仔所拍的就是垒球。开始我从查某嘛会使拍棒球啊，我是开始嘛惊到。阮2016年的时阵办比赛的时阵，因为根本就无经费，阮迄当阵就想讲，安尼阮来做纪念品来卖互大家安尼。结果我去了后，全队的球练习球不到20颗球，我讲安尼是咩小阵啊？台湾上早的女子野球队是伫2001年所成立，然后自2008年开始组成国家代表队，代表台湾出国比赛。去年2019年是头一回伫亚锦赛摕到亚军的好成绩。这摆是第7届参加国际赛，啊有5届是世界杯。查某体能6月是足紧的。而且咱台湾查某比赛是足少的，所以因嘛是爱保持因的体能。伫台中有一个野球队向日葵女子棒球队，这个球员因无咧要以性别的限制，嘛不管是毋是科班出身，大家拢是因为伫出社会正头路了后，心肝底也有一个野球梦，加上有厝内人的支持，互因会当继续徛伫球场拍拼。阮兜是咧修理车的，我就伫厝内帮爸爸管小。伊也介意的吼，只要莫做歹，我拢支持。每一个礼拜早起拢爱去练习吧，我就早起啊。虽然要经营女子野球队是非常辛苦，不过只要会当继续拍球、继续追梦，对因来讲，所有的付出拢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伫婚林大边有一间玫瑰天主教堂，自清朝就有啊，甲当已经有120栋啊。有学生囡仔利用服务学习课来做义工，甲教堂的外壁擦甲水当当。又搁尖又搁悬的厝遐，外口搁大春联，看起来真显目。婚林县大鼻乡红光村的玫瑰天主堂，1887年创立，是一个西班牙道明会神父所起的，到今已经超过120年的历史啊！当地人拢叫伊圣堂。玫瑰天主堂嘛是家己也有婚林地区天主教徒的信仰中心，不过随着时代变迁，现此时已经渐渐失落啊。迎接2020年，嘉义南华大学也有中人医护专科学校的学生，特别去天主堂摕水彩笔一笔一笔，甲耶稣也有圣经内底的故事画伫咧壁顶。这次的机会很特别，就是可以来帮助社区美化，然后可以让环境更优美。看到墙上都是自己的作品，就
感觉到那个对很有成就感。学生用3天的时间，甲教堂外口的壁画甲水当当，因的心内拢真欢喜，因为伫咧学校有修社会服务这节课，为着要拓展服务的范围，因特别和教会直接做义工，伫咧100年历史的天主教堂外口画图。主要是结合我们学校的生命教育的特色课程啊，我们有一轮就是人伦关系专题，就是要去关心你周遭的人啊跟事物哈，美化我们这个环境，让我们这个更发光、更漂亮、更美丽。透过彩绘了解当地宗教信仰，也高有历史，也望这间有地方文化的教堂会当因为壁顶的色彩，吸引更较侪人来遮行踏。记者综合报道。要冲泳无简单，爱伫咧冲泳板甲海泳之间抓着平衡，才行会知。因为全世界即马拢在推测环保，所以伫咧南非就有人摕茶来做冲泳板，要取代即马较接得用的塑胶海绵来保护环境。南非开普敦滨海高区的梅森堡天才拄啊光，伫即款早起上适合来海边啊处泳。马修是真侪处泳客其中一个，但是伊甲别人无同，伊查的处泳板是用茶做的。For me, it reinvigorated my love for surfing because it's a whole new feel. 业者派出去用纯手工来做特地茶做的处泳板，原料是南非东花永续生长的日本柳杉，师傅必须要甲中的部分挖空来减轻处泳板的重量。这项技术到1950年代，因为新式处泳板事件慢慢无人在用。对派出客来讲，这寡处泳板拢是经过伊用心设计。Wood is a unique material, and we need to design for that. And so the board shapes that I've chosen, I think, are matched towards wood. And so those shapes go really, really well. 10年来，派出客做出850块茶做的处泳板，各地拢无完全相像。甲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处泳板比起来，虽然数量无介济，但是对某一寡处泳客来讲，这块处泳板绝对是独一无二。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女性介意练瑜伽，会当练体态，练出好看的身材。不过一般瑜伽动作是较慢较点，就无法度减肥。所以最近美国流行一款较重较喘的瑜伽，甲运动、跳舞这寡元素拢夹做伙。咱来看安那跳。对音乐的速度扭来扭去，这是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的一间健身房。2020年当才开始，学生就客甲满，练身材、消磨热量，天好热天穿水衫。For me, I love fusion yoga classes because I don't have the attention span for normal yoga. They tell you to focus on your breath, but my mind often wanders, and it's easier said than done. 因咧做的唔是单纯的有氧运动，是最近好莱坞流行的一种结合yoga、芭蕾甲有氧运动的训练方式，会当放轻松、减肥、促进循环甲代谢，配合芭蕾春运的动作，强化腹肚的筋肉，让身材较缩格、较线条，特别受到女性的欢迎。It's easy to follow for men and women of any age. It's fun, it feels good. We focus in with ballet. We move to Hatha Yoga, which is the stuff that everyone's familiar with, up dog, down dog, warrior, and we seal it with mantra and mudra. 这种 yoga 叫做 yoga body ballet， 缩写是 YBB。在美国已经有考证照的制度，老师讲2礼拜内就会当有明显减肥的效果。现代人的生活真无闲，食饭时间无正常，压力伤大，身体拢会受到影响。选择适合的运动，会当让咱较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日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只有这方面的东半部有局部地暂雨。另外，因为吹东风，所以山方面的西部空气就较歹，尤其是云嘉南、高雄、屏东的乡亲爱特别小心。所以来关心今日各地头温度。北部温度上加10度，上悬22度。中部温度上加11度，上悬是23度；南部温度上加13度，上悬25度；东部温度上加13度，上悬22度；外岛是8度到1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康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